今集帶大家睇下呢一隻勞力士 Sea Driller 126600。呢隻126600係勞力士2017年推出嘅 Sea Driller 50週年紀念版。錶上面嘅幾個改動，錶殼變大咗，凸顯咗 Sea Driller 從此以後同 Submariner 嘅分野。日期視窗上面多咗一個放大鏡，係 Sea Driller 系列首次出現。126600嘅機芯採用咗3235機芯，令到計時更加準確，而且動力配備增強到70小時。另外，錶鏈亦都加闊咗，令到手感更加實在。錶鏈係用 904L 精鋼製造，配有 Oyster Lock 保險扣，以及可以增加26毫米長度嘅 Flip Lock 延伸鏈接。50週年版亦都保留咗 Sea Driller 標誌性嘅特徵，例如 Sericon 黑色陶瓷圈、TVD 鉑金鍍膜刻度、藍寶石水晶錶鏡同埋排氦閥門，令 Sea Driller 嘅下潛深度可以達到1220米。呢一款50週年紀念版 Sea Driller 126600最特別之處，在於錶面上面嘅一行紅字 Sea Driller 嘅字樣以紅色標記，凸顯咗佢嘅紀念價值。另一個特別之處，呢一隻126600喺6點鐘刻度下方只有字樣，冇皇冠標誌，坊間稱之為 Mark I 面。呢一款 Mark I 面只係喺2017-18年出產過，產量唔多，價值亦都日漸高升，已經成為市場上面嘅搶手貨。